許多人忽視了3元9運中九子離火運2024至2043年的磁場力量，這是一股屬火的能量，將深刻影響全球局勢。根據玄學理論，九子離火運對應離卦，五行屬火，火性激烈、迅速，象徵變革與衝突。如今，我們已看到地球陷入混亂的跡象，北極熊撕毀盟約，入侵盟友，顯示信任崩解，熊貓在國際間左右搖擺，逐漸失去盟國信任。白頭鷹言行不一，背棄承諾，撕破臉皮，獅王豎起盟旗，帶領歐洲諸國羅馬眾諸侯備戰，此為第3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。赤馬紅羊劫與九子離火的疊加效應，2026年丙午年和2027年丁未年恰逢赤馬紅羊劫，這是歷史上常與天災人禍、動亂相關的年份，結合九子離火運的火勢，這股能量將被進一步放大。東方屬木，木生火，火勢更旺。東大國以革命起家，五行屬火，恰逢應劫與當旺同時發生，可能成為這場亂局的核心推動力。東歐或許會因矛盾激化，成為各國角力的絞肉場。火勢東升，東方力量可能在這場衝突中佔據主導。西方金運衰退與戰火應劫西方，以工業革命起家，五行屬金，九子離火運中，火克金，預示西方勢力走下坡路。前2年西方股市屢創新高，表面繁榮難掩衰退隱憂。觀察西方多國元首轉向女性執政，或許是應運的表徵。然而，真正的應劫不在股市，而是戰火。美國耗費70年建立的霸主地位，可能因當任總統退出北約北歐，推行胡海協議100年模式債券發行與駐軍撤回而動搖，這將導致美國失信於全球，全球安全體系隨之崩潰。西方勢力將在赤馬紅羊劫中迎來劇變，世界衝突的時間線與結局，若此預測成真，這場世紀衝突將於2026至2027年赤馬紅羊劫期間全面爆發，並持續至2031年才正式落幕。期間，東西方力量對撞，戰火與亂局將重塑世界格局。希望這一預言不會應驗，但九子離火運與赤馬紅羊劫的疊加，已為混亂埋下伏筆。